有話直說1分鐘，距離第6屆政府上任4週年已經不足1月。呢個意味住今年7月1日之後，本屆政府將邁入任期最後1年。行政長官李家超近日接受報章專訪嘅時候，以使命、承擔同憂患意識回顧過去4年施政體會，並解讀北都以及即將開展公眾諮詢嘅香港5年規劃對香港嘅重要意義。回應當前需要，兼顧長遠佈局，係政府近年工作嘅真實寫照。作為香港嘅掌舵者，政府唔單止要照顧公眾目之所及、時之所需，亦都要兼顧單一個體、單一行業無法預見嘅整體未來。而北部都會區正係對呢一理念嘅集中體現。之所以將北都作為基建嘅重頭戲，係因為北都本身已經擁有3000幾公頃可發展土地，無需通過填海獲得，可節約開發成本同埋時間。此外，北都喺地理位置上臨近深圳，具有整合粵港澳大灣區資源嘅流通優勢。加之香港近年一直喺度謀求經濟轉型，着力打造南金融、北創科嘅新格局，更加需要融合大灣區其他城市嘅創科資源。而北都就集聚呢啲優勢於一身。北都概念提出伊始，外界唔少人士持觀望或者懷疑態度，但係隨住政府以各類政策為北都提速，以及北都嘅定位越加清晰，越嚟越多民間資本追隨政府建設嘅步伐，加入發展北都嘅陣營。李家超喺訪問中提到，北都以產業、科技、大學城同埋宜居、宜業、宜遊為發展目標。香港5年規劃則體現出本屆政府制定整體規劃時嘅延續性同系統性，以及發揮行政為主導嘅作用，將國家政策、特區政府政策同社會實際接軌，為各行各業提供具體嘅指引同參照。呢個證明本屆政府唔單止關注任期內嘅事務，且同樣重視香港長遠發展。據悉，香港5年規劃有望喺今年第3季正式推出。呢一進度對於初次制定5年規劃嘅香港而言，已經十分迅速。李家超表示，1年時間足以落地多項惠民新政，突破多項發展難題。相信隨住今年下半年5年規劃出台，發展將會以凝聚穩定嘅態勢繼續向前。